之前買橫琴嘅業主啊，真係要喊啦！呢一套 IFC 嘅70年住宅3房2廳2衛，竟然單價3萬幾就可以輕鬆攞低，而且係屋企仲可以望住一線嘅豪江景觀，左手邊嘅觀光塔、新葡京一線嘅煙花景觀、西環大橋以及氹仔嘅全部景觀啊，而且仲可以帶住全屋嘅家私家電俾到你，你直情拎包入住就 OK 啦。如果你唔自己住嘅話，仲可以交俾華華優生活去託管，回報率都去到6厘啊！呢個128個平方，你可以租金租高達10幾萬一年，真係非常之唔錯。門口仲帶咗上海通神一品同款嘅門，野鹿嘅5合1大人臉識別嘅智能密碼鎖，都係交付標準俾到你。門口仲設咗2間房間，兒童房、爹哋媽咪房，全部幫你安排好啦。公共洗手間帶有維保嘅智能馬桶、衛浴都係交付標準，足足去到4000蚊1平方嘅交付標準啦。呢度就係餐台位置，滿足你3代同堂喺呢度同時用餐冇問題嘅。廚房位置啦，都係所見即所得啊！薄晒嘅廚房3件套啊，洗衣機呢啲歐牌嘅定製櫃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啊！連埋咖啡機都送埋俾你啊！真係發展商非常之用心。主人房睇住一線嘅豪江景觀，澳門塔喺呢度躺住就可以望到煙花，真係太靚啦！呢啲生活我真係唔夠膽諗啊！活喺呢度，樓下就係華華商都啦、輕軌站啦，去到橫琴口岸都係5分鐘嘅車程，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10分鐘啊，3萬零蚊嘅單價，橫琴 IFC 70年住宅可以註冊，公司可以落戶讀書，可以享受橫琴嘅一切福利，而且可以1000多客去到澳門。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拖3條路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